Hello，大家好。今次我哋入住位於全佐野市嘅歐蒙關西機場酒店2晚。今次嘅旅程係喺2025年嘅1月中，我哋搭早機8點20分就起飛啦，飛大約3個零鐘就到關西機場。由關西機場到 Linku Town 只需要1個站，隔一條橋就到。由5號出口到天橋，一出嚟就會見到星野集團嘅歐蒙關西機場酒店，就係喺最高嗰棟嘅 Stargate 酒店隔離。2023年3月開業，有700間房，下晝3點鐘開始入住，上晝11點前退房。酒店大堂好寬敞，感覺幾舒服。我哋嗰日未夠2點就已經到咗酒店，未到 check in 嘅時間，所以就去 baggage room 放低行李先。位置係喺 Lawson 嘅側邊。自助形式，自己 set 密碼。入邊仲有個電子磅同埋行李整理處。好體貼咁，方便旅行。放低行李之後，就行咗去 Outlet 嗰邊嘅大戶屋食 lunch。香港都有大戶屋，不過應該日本平啲嘅。佢有好多款式嘅選擇，發覺佢啲魚係唔錯嘅，但係炸雞就真係麻麻。Linku Premium Outlet 對住關西機場同埋大阪灣。返到酒店，喺大堂自己攞需要嘅用品。睡衣需要俾200yen嚟租用。喺同一個地點有自助購物，同其他歐蒙一樣，酒店房冇提供樽裝水，但係每層都有飲水機，凍熱水都有。房間有提供水樽，有微波爐。廁所同浴室分開，2張單人床嘅房，連2人早晚餐20400yen 一晚，只係大約1060蚊港紙左右。第2晚就冇要到餐，淨房價就12200 yen， 大約635蚊港幣。喺官網度 book。房間嘅電視可以直接睇到 YouTube， 同埋可以 log in 自己嘅 account 睇 Netflix 或者 Disney Plus。房間望出去對住 Linku Premium Outlet。酒店有個設施好好嘅大浴場，開放時間係下晝3點至到凌晨1點，再由凌晨4點至到朝早10點半。旁邊有個洗衣房，雖然唔係溫泉水，但係佢嘅設計好好，幾靚，又有個室外池，
仲有個大銀幕介紹其他星野集團嘅酒店。晚餐喺21樓，自助形式，算係比較簡單。食物嘅選擇唔算多，但係唔使1100蚊嘅房價包兩餐呢個價錢，我覺得都算係咁噶啦，唔差。起碼有牛扒食，但係當然唔係日本牛啦。甜品有 tiramisu 同埋 cheesecake， 有 vitamin water， 好優美嘅夜景。食飽飯就行咗過去斜對面一間超大型嘅超級市場，叫做 Trial。Trial 只係接受現金，同埋呢一間分店係可以免稅嘅。入邊唔單止有嘢食賣，仲有衫、廚房用具、文具、床單、家電等等。第二朝食早餐都係喺同尋晚食 dinner 同一個地點。早餐都算唔錯，雖然選擇都係唔多，但係有即整嘅 pancake。menu 寫 poached egg 跟 bacon， 但係問可唔可以轉 poached egg 跟三文魚喺 pancake 上邊，係可以嘅。pancake 嘅賣相都幾好。每間 OMO 都有個地圖介紹附近嘅餐廳同埋店鋪，都係 OMO 員工嘅推介。酒店附近有個魚市場叫做青空市場，開10點至到下晝5點，逢星期3休息。地面嗰層有啲魚店賣新鮮嘅海鮮，價錢都好平。買咗一兜生蠔，原價1200 yen， 店主主動 offer 1000 yen 8隻，好抵食。雖然唔係大隻，但算好新鮮。另外，店主推介食仲游緊水，好新鮮嘅花竹蝦，5隻1000 yen。店主俾咗 wasabi 同埋豉油，叫我哋自己搣嚟食。第一次咁樣生搣隻蝦嚟食，感覺有啲殘忍，但係又真係新鮮同彈牙。鰻魚乾唔係好多地方有，所以試下。其實食1-2嚿係 OK 嘅，但係2個人食晒成盒呢，就真係好嬲啊！旅客可以喺樓下嗰層買完海鮮，然之後上2樓有間餐廳可以食 BBQ。但係當時我哋啱啱先食完早餐，仲係好飽，所以冇咁做。我哋喺呢間鋪買咗2隻大鮑魚同埋鰻魚。鮑魚係好食嘅，但係鰻魚就麻麻啦。魚市場都有餐廳可以食魚生壽司。
呢度就係2樓食 BBQ 嘅地方，餐廳叫做 Yellow Shrimp， 旅客亦可以選擇直接買餐廳準備好嘅 set。由魚市場行返過去車站要20分鐘㗎。Lincoln Town 車站2號出口出去會見到伊安摩巴士站嘅指示牌。原本諗住搭巴士去伊安摩，但係發現啱啱走咗班車，下班車嘅話要差唔多1個鐘先有，所以就搭咗的士，大約2000 yen。shopping 之前先 check 定回程巴士嘅時間，因為差唔多1個鐘先一班車，車費係200幾 yen 一個人。買咗啲衫同埋食啲嘢就走啦。伊安摩隔離有個沙灘，因為冬天嘅關係，所以冇乜人。我哋赤腳喺沙灘行咗一陣就走啦。不過好凍。夜晚返去酒店附近，喺 Trial 超市側邊有一間餐廳叫 Joyful 食晚餐，係一間啱大人同小朋友嘅餐廳。呢個芝士海鮮飯幾好食㗎，漢堡扒意粉就正常。後來發現酒店地面嗰層有個休息室。同埋原來酒店係有免費 shuttle bus 由酒店去伊安摩㗎，早知就慳返2000 yen 的士錢啦。第3日嘅朝早，我哋就搭酒店嘅免費 shuttle 去機場，記住要上官網預約定，因為都幾爆㗎。最後一班車係11點鐘由酒店開出，冇 shuttle bus 由機場去酒店，要搭 train。總括嚟講，OMO 關西機場酒店都好值得住，佢性價比高，設備又新又靚，大家可以考慮下次去大阪旅行嘅時候，第1或者最後1日入住。喺機場 food court 食埋早餐，呢個旅程就完結啦。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次旅程將會去山口縣，下次見，拜拜。